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敬拜你。弟兄姐妹，我们再过5分钟，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礼拜。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安排、人员都为主所使用，让我们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坛前，让我们所吟唱的、我们所说的、心中所思想的一切都能够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让歌唱的、跳舞的，他们都说我们的泉源在你的里面。谢谢你施恩看顾，让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所有的器械设备安排、规划人员都属于你，也都为你所使用。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你的恩惠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崇拜。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弟兄姐妹，请安静心来，我们做一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永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美味。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的祝福。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诗歌敬拜，我们请敬拜小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请大家跟左右两边的朋友说，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愿我们渴慕你，切切思念你，如入切慕溪水那般。现在请会众一同站立。那我们用诗歌来表达我们渴慕和呼求，求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一生。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一生。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一生。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直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全能的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直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之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会众请坐。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感谢赞美主，我将所有的荣耀、颂赞、全能都归于至上、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真神。阿们。阿门。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至善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宁静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至善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现在请会众一同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现在这样。
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祈应文，今天的祈应文在诗篇第2篇，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诗篇第2篇，在旧约540页。外邦为什么争闹？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存在一同商议。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当存为具侍奉耶和华。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来，我们一起，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接下来我们来公祷，请弟兄姐妹参照周报。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首先为亚洲地区土耳其来祷告，为地震灾后重建，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来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教会来祷告，高雄卫理堂金俊杰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祝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让他们工作进度顺利。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着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理经课，我们请蔡梅梅姐妹为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课在出埃及记第4章12到18节，在教会圣经58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出埃及记第4章12到18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上帝。你手里要拿着杖，
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接下来，彼得后书1章16到21节，教会圣经261页。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而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谢谢蔡培明姐妹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7章1到9节。马太福音17章1到9节，在新约21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我灵正殿，我们请诗班。
接下来正道，这样就好吗？我们请蔡伟文蔡牧师。我灵正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广告词？世界越快，心要越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好像感觉上没有办法安静，但是在不安静的年代、不安静的环境的当中，更是需要安静的时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主的里面来，使我们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早上能够一起有敬拜，是非常好的事情。包括今天早上我们有敬拜团的敬拜，还有我们的诗班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唱诗，是让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更加的渴慕，让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更加的需要，让我们能够像虚心的人一样有福了，成为一个愿意领受神国在里面的这样的人。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同时也能够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好像把上帝的话当食物吃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话，将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开始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今天早上刚发生的哈。早上台语堂有一个弟兄，他年纪也很大了，已经70几岁了。然后呢，他早上我在台语堂这个之前在那里预备祷告的时候，他就跑到我的身边来，然后跟我讲说：“牧师，请为我祷告。”这个弟兄他其实身体状况不好，他要去开刀，要去住院，但是他偷偷的拿了一个这个十字架的装饰，然后拿给我。他说：“牧师，等一下我的太太来的时候，请你为我们祷告，然后你偷偷的把这个十字架藏在你手下。我们希望你为这个十字架祷告之后，这是我要送给我太太的结婚周年的礼物。”一个70几岁的老男生，然后他准备好礼物，并不是很这个叫做钻石啊、黄金，没有，是一个木头的十字架。放好之后，然后为他们祷告完，这个弟兄他就把这个十字架递给他的太太说：“太太，我知道你为我感到非常的忧虑跟担心，但是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我希望把这个礼物透过牧师的祷告来送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个弟兄70几岁的老弟兄，他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婚姻是要经营的，不是年纪大了就不需要经营了，不是我们老夫老妻了不需要经营了，没有，还是要经营的。各位知道，我们常常讲说爱的5种语言，其中包括叫做送礼物，还有包括肯定的言语，还有包括你可能对方有一个精心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很多人想说：“哦，我这个以前经营很久了，特别是男生啊，因为已经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个我已经娶到了，所以我就好像就放了。”但是事实上，不断的要去经营它，不断的要去经营它。所以曾经在这个婚礼的礼拜的时候，常常讲一个事情，叫做婚姻叫做正派经营，知道的意思吗？就是假派经营哈。所以假派经营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经营它，知道很难，知道有很多事情这个干嘛这样子，但是你还是要去经营它。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婚姻，包括经营你的人际关系，包括经营你的家庭的关系，包括亲子的关系，这些都是要经营的。经营没有一个叫做好过的，知道吗？经营其实是需要花时间、花体力、花精神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在经营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知道靠上帝的帮助，否则没有办法能够经营下去。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关系都需要上帝给我们力量来经营。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不管是任何的关系，都能够靠上帝的力量来帮助，使我们能够做好的经营。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
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光明之子，因为我们已经信耶稣了。上帝的光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各位知道，其实我们也常常被谎言来捆绑。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人的言语，会因为别人的批判或批评，以至于我们被捆绑了。我们甚至会把别人的话当真理，把上帝的话当屁。听得懂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把上帝的话当真理，我们反而把上帝的话当屁了，然后把别人的话当成真理。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论坛报，它这里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人生当中常常会有这几种谎言。第一个，他说我不够好，很多人对自己有很多的批判，或是对自己的评语，比如说被别人这样来指责的时候啊，好像我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我不够好。或甚至包括我是一个常常会犯错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世上不会犯错的。但是很多人会把犯错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连接在一起。我们会犯错，但是不代表我们是一个错的人。但是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犯的错跟我们这个人连在一起。第三个，他说我不能像个孩子一样啊，我不能像孩子一样很单纯啊，我要很多复杂的想法。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叫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我的这个动作行为好像像小孩一样很糟糕，其实并不会。我们成为一个单纯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好的。我不能够负这个责任啊，这个责任太重了，这个服事我不要，这个服事我不要，我要轻省一点，我怕人家怎么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被这个捆绑住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像某某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想法，甚至要去跟人家做比较，反而让我们自己受了很多的捆绑。第六个，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各位知道，在台湾人常常有一句话很贬损人的，叫做什么？你 Q 杠啊，你没路用啊！很多人常常会用这个话来贬低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尊贵跟有荣耀的。还有第七个，他说别人都在伤害我好像别人出口的话都是在对我有意见，都是对我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不然，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别人的建议，把别人的对我们好的帮助变成是批评，好像你看他都是故意找我麻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重要到所有的人都要伤害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平来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做错事的时候，别人也会做错事，我们也会指正别人，别人也会指导我们。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很糟糕，不是我们很差，而是我们需要彼此互相的帮助。第八个，他说羡慕别人你看别人有好车好房，我没有。我们常常用这个方式去像去看自己很糟糕。第九个，他说我不是属于这里的。包括我们的信仰也常常会这样，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你看这个团体跟我是不合的所以我这边人都是这个高大上的，我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自己当作我不是属这里的。第10个就是我没有用。刚提到了台语常常会有那种贬损人的话，你没路用，你没好啊。我们常常在这些负面的想法里面，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上帝宝贝的儿女的尊贵的身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回到神的里面，上帝看我们为宝为尊。他没有说我们是没路用的人，他没有说我们是一个不好的，他没有说没有任何的条件去看待我们。上帝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看我们为宝为尊，所以不要贬低自己，认为自己不行、不会、不好，或是什么人都要害我，或者是觉得好像任何的事情都是很糟糕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使我们得福，不加上忧虑的。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祝福的当中，不加上任何的忧虑，有上帝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为宝为尊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在山上的变相。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过一些的节期跟节日比如说像我们在今天叫做登山变相主日，所以顺道要跟大家做一点解释。在礼拜3的时候，在这一周的礼拜3，2月22号叫做圣灰日。
从我们的登山变相主日到过了3天这个圣会日的当中，就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节期，叫做40天的大斋期。但是不要误会，牧师要叫你吃斋哈，不是，我们不是像那个其他的宗教信仰要吃斋啊，要怎么样，不是，而是让我们在40天当中与基督一同来受苦，与受苦的人一同受苦，去感受那样的一个受苦，以至于我们能够激发仁爱的心去帮助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40天开始，从圣会日开始40天，其中的礼拜天是不算的。40天里面，让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假设如果我们身体状况可以的话，让自己可以有一餐的时间，不管你是要早餐、中餐、午餐、晚餐都可以，能够有一餐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用禁食祷告来作为我们跟穷苦的人，或是跟需要的人，还有跟基督在40天旷野的这样的时间做认同，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去感受跟体会那样受苦的人的感受。特别最近在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地方发生地震，我们很难去想象，或许我们20几年前我们有过921地震，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都能够去体会跟接纳跟体谅这些痛苦的人、受苦的人，我们去感受他们的感受。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亲身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禁食祷告来为他们祈祷，并且能够透过禁食来了解受苦的人的感受。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荣耀的基督在山上，但是他仍然是要下山服侍的。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被造就，上帝跟我们同在非常美好的时候，我们也要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不是只有飞在云端上，让我们也进到世界的里面。好，所以今天开始的时候提到，在6日的时候，过了6日之后，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话，耶稣有12个门徒。各位知道，如果小时候上主日学，你应该会背过耶稣12个门徒的名字。但是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他有3个人是经常要跟他一起的，经常要跟他一起同工的，经常要跟他一起核心的。我们如果说现在有叫做，如果各位有参加过电视的祷告会，或许现在刚刚有在看过推那个叫做 RPG 祷告，就类似像这样一个 RPG 的小组，然后这个小组里面，耶稣带这3个人，他们经常的在一起的讨论跟谈论。耶稣的班上面有12个学生，这3个人像是他的小老师一样，他们领受了耶稣的话之后，可以再继续的帮助其他的门徒。所以这3个人常常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耶稣常常带着他们到山上去，到任何的地方。各位如果看到这一章里面的时候，请你再往前17章的前面16章的地方，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各位知道，考试往往不见得考100分，下一章就是100分，知道吗？好，耶稣有一个学生，有一个门徒，这个人叫做彼得。彼得在16章的时候，如果你看16章的地方，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出了一个期中考试。这个考试里面就问说，请问人怎么看我？人说我人子是谁？人家怎么看我？那你们又怎么看我？很多人讲说他叫什么名字他是谁？怎么样？很多人看耶稣看表面的，但是彼得他在回答耶稣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16章16节，我们来念一下彼得的回答我们一起念来。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学生，然后你的学生答题答得非常好，100分，太好了！哇，耶稣称赞这个彼得说：“这个是上帝所给你的启示不是这个世上的启示，是上帝给你的。”当然，也许彼得他很乐淘淘，哎呀，糟糕，我刚刚这个考完100分，非常好。但是各位，100分之后马上就0分了，知道什么意思吗？耶稣后来这个他说他要去上十字架，他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彼得马上回答什么？主啊，万万不可，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各位，你知道100分考完，哇，第1名，然后马上就变0分，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耶稣说什么？他说他体贴的不是上帝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去服侍人。所以彼得还没有通这个事情，他还会说：“主啊，你应该要在荣耀当中。”但是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人的。”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这次是在一个山上的退休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1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耶稣跟这些的门徒他们到山上做什么。第1节一起念来：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常常带这3个人上高山，他们上高山去做什么？做退休会。世上的事情太多了，很多服事，很多的需要，但是你需要有安静的时刻，你需要有安静跟休息的时间。好，请大家看一下，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这个凯文德扬这个牧师说，被忙碌杀死的基督徒比被子弹杀死的还要多。”知道那个意思吗？我们常常是在忙碌的当中，基督徒常常被忙碌操死啊，这个服事上很多啊，家里的事工也很多，但是我们却没有休息的时候，没有真正休息的时候，被子弹杀死的还比这个忙碌死的更少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机会可以有过这个机会去殉道。这个我等一下后面会讲哈。其实我们有一位宣教士在下个礼拜，他会来这边做分享。各位知道，其实他是在这个危险当中过日，但是最危险的地方叫做最安全的地方。他在利比亚那个地方服侍。各位知道他的礼拜堂在什么地方吗？在楼下就是警察局。利比亚是穆斯林的国家，回教国家，他们是不可以公开聚会的。但是他的礼拜堂在哪里？在警察局的楼上。所以最危险的地方在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你很难去想象说，一个在穆斯林地区曾经被这个赶逐或者是被逼迫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多么渴望跟需要来参加聚会跟做礼拜。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3节的地方。耶稣上了山，然后在山上变了相。圣经里面形容他非常的这个衣服洁白放光，他的这个整个身体都发亮一样。然后还有谁跟他讲话？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你说摩西跟以利亚出现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各位，在圣经里面，摩西跟以利亚代表的是整卷的旧约圣经。如果你能够理解的话，摩西跟以利亚代表的是整卷的旧约圣经，也是他们当时读的圣经。在彼得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新约的圣经，他们所读的都是旧约的圣经。所以摩西跟以利亚代表的就是整卷的旧约的圣经，也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旧约圣经。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的圣经。所以透过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在山上跟耶稣说话，也就表示这个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就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很多人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会冒出摩西跟以利亚？摩西代表的是旧约的律法，先知是这个由这个以利亚来做代表的，而且这个先知是行动的。这个先知他带来行动，这个摩西带来的是上帝的律法。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律法也有行动，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唯有一个更重要的具体显出来的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中间的地方，那位耶稣。所以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忽然有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这是太好的事情。从来没有人看过摩西跟以利亚。当时彼得他们只看到耶稣，但是他们没有看过摩西跟以利亚，所以后面他就说了后面的话。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耶稣是世界的盼望。为什么耶稣需要来到世界？刚提到了，耶稣来到世界，他是要服侍人，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圣经里面说，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这个光要进到黑暗的世界里面来，让这个世界被光照，被光来改变，以至于耶稣成为许多人在困难跟患难当中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耶稣有没有带来给别人盼望？你的信的耶稣是否给别人有希望？是否把盼望带到这个地上来？还是信耶稣只是知识上的，还在这里，不是到心里面，甚至不是在你的手脚的地方？
耶稣是世界的盼望，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带来盼望？还是我们自己就忧郁的快死了，然后没有办法把盼望带到这个世界来？有一个教父，这个教父叫做圣法兰西斯，各位听过这个人吗？如果各位有听过这个人，至少应该有听过有一首歌，那首歌应该大家会很会唱的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有没有？然后他说什么？在绝望之处什么？播下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不能够做大事，也许你不能够做很多的服事或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让绝望的人有盼望，让别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带来希望给他？耶稣带来的是世界的盼望，而不是让人更加的愁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的耶稣让你更愁苦，那么恐怕要思考一下，你是不是信错了？因为很多人的耶稣是盼望的，可是我们却是信的是愁苦的耶稣，似乎不太一样。耶稣是世界的盼望，他要带来盼望。好，所以彼得讲了一个事情啊，在这个山上太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跟决定。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真好。哎呀，这个搭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节日，大概在9月、10月的时候，那个节日叫什么节？知道吗？住棚节。住棚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你要在棚子里面，然后把你这一年的收成放在你的那个这个棚子上面，然后在那里怎么样？欢喜快乐。所以彼得要把耶稣供在山上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快乐就好了，我们在这里欢乐就好了，我们在这里就很好，不要下山了，在这边就很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喜欢做礼拜，很多人喜欢参加小组，很多人喜欢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围墙围起来，外面不要管它，我们在这里围起来就好了。我们在这里真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啊，在山上很好，但是你真正要去做的不是在山上，而是下到山下去。所以更真诚的敬拜，很多人把敬拜当作我在这边尽情的敬拜，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更真诚的敬拜在什么样的地方？雅各书里面提到一个事情，他说真正的敬虔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还有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敬拜有没有让你带到敬虔里面，让你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还有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个世俗？有时候我们的敬拜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们要跟随你走。但是如果上帝把你放到另外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主啊，为何我这么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时候把我们放在某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在前面说：“主啊，愿你把我放在需要的地方。”然后放了之后说：“主啊，为什么我这么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真诚的敬拜，让我们不是只有嘴巴里面的敬拜，而是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敬拜，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谦卑的人才能够真正敬拜上帝。张博士牧师这样说，他说：“谦卑在上帝面前，让他成为你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成为你的一切？当你在祷告说：“主啊，你成为我的一切”，只是口号而已，还是你真的成为耶稣成为你的一切？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成为你的一切？还是这个是唱完而已，然后其他就走了？谦卑在上帝面前，让他成为你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别的事情比上帝多，或是看别的事情比上帝重，所以我们把上帝的事情这个没关系，这个反正之后再弄。但是别的事情先处理。我不是说你不要过你世上的生活，不是，而是我们看重了什么？我们看重了些什么？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我要去放松自己，我要去让我自己很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回到神的里面来得着属天的喜乐？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在所有的人都以为说在这边很好的时候，上帝说话了。如果各位注意到圣经里面有3次3位一体的上帝同心合意的做见证，这是第2次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第5节一起念来。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好，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颜色没有调整好所以变成好像大家都看得比较糊了。好，所以云彩里面，上帝对他的儿子对众人做见证，说他的儿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上帝来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其他的都不重要。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这个来听讲道、听教训、听这个教学很好很重要，对，是没有错的。摩西的律法我们去服侍很重要，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去山上征战，去跟这个400个先知征战很重要很好。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要回到耶稣的里面，因为耶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圣经读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听耶稣的话；有时候我们服侍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当你在跟耶稣见面讲话的时候，当你在灵修祷告的时候，你正在跟上帝说话，你正在跟上帝祷告，你正在跟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正在跟他对话。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正在跟那位天上的上帝在说话？所以这一句话常常很多人拿来用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段的解释跟各位想象的不一样。第8节我们来念一下，因为这个常常我们会很多人在带敬拜说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翻转一下。第8节我们先一起念来。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说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好像我们很敬虔跟敬拜。各位，其实在那里要看的是什么？在那里要看的不是我的律法读了很多，我圣经读了很多，会很好。哎呀，我服侍了很多，服侍的很好。不是，在那里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是什么？是你要回到神的里面，回到耶稣的里面，把你的敬拜的中心回到耶稣。美好的，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里面，我们看重很多别的服侍跟侍奉，那是不看重耶稣。所以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是什么？要回到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你要在基督里，而不是只是我用表面的这些东西来满足我的需要。很多人以为说服侍满足了他的需要唱诗歌满足了我的需要上主日学满足我的需要去服侍满足我的需要。不是的，你所有的一切事情要回到基督的里面，要回到神的里面，是因着耶稣而这样做的。因着爱耶稣，我来读圣经；因着爱耶稣，我来祷告；因着爱耶稣，我来服侍跟侍奉。因着爱耶稣的缘故，不是为了只是做那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是要回到耶稣的里面，而不是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宣告。回到基督里，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信心就是超前去看到上帝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是我要为上帝做什么，我们的信仰里面常常教我们说要服侍，要去做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去注目说我要去看耶稣为我做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耶稣有没有改变你的思想？耶稣有没有改变你的行为？耶稣进到你生命里面来，有没有带来颠覆性的行动，让你生命得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你的信心能够翻转那个不可能，那个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那个本性可以被改变，那就是上帝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是超前看到上帝的作为，不是我们的作为，是上帝的作为。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信心是看到上帝的工作。好，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耶稣差遣他们下山了。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山上这么荣耀，然后反而下山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人？
为什么？下山之后要服侍的，你在山上那么样的荣耀，这么样的一个光彩，那么样的丰富的时候，但是你下到山里面去之后，下山之后，你的做的事情仍然要低调，不要因为你看到很大的荣耀，然后就心焦意满，以至于你在服侍的时候，好像我是比别人高超跟超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比别人高超跟超越，耶稣要我们能够把自己放下来，进到世界里面去服侍人的。好，所以不一定有人有机会看圣经，也许没有人会有机会来教会里面，但是也许我们就是他们碰得到的圣经，我们就是他们看得到的基督。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是要让人家只看到那个荣耀的基督，而是要看到那个服侍人的基督。在山上很荣耀，但是下山仍然要服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说做礼拜完，牧师祝祷完，我们就这个祷告，这个礼拜就结束了。没有，礼拜才刚开始，真正的礼拜是在祝祷完结束之后，我们进到世界，那个才是真正的做礼拜，那个才是真正我在世上怎么生活，我在世上的每一天我是怎么过生活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世界，不是只有在山上很好，你在主日学里面受到很好造就，很棒。你在这个做礼拜的时候我做礼拜做得很好，我参加诗班，我去做很多的服事，这一些都要带我们回到一个东西，就是让我们回到基督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用这个来取代耶稣基督，而是让我回到基督的里面。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在基督里才是真正得力跟得救。所以，如果不是在基督里，恐怕我们去找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30章15节，这个我们可能经常会念到，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请我们注意看里面的字。我们一起念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得救在乎归回跟安息，得力在乎平静跟安稳。很多时候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都想说我要去爬山，我没有贬低，或是说不可以去运动。我们需要去运动，要去休息，这个都很需要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些的活动让你更累、更烦，甚至更操劳的时候，为什么不回到神的里面？为什么不安静在神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力跟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休闲活动也许会带我们更浪费力气，带我们更多的花费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要规划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来，让我们能够得回平静安稳，得回得救跟安息？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箴言14章30节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让你的生命更得到安静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其实安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安静回到神的里面来，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你会发现，弄了很多东西之后，后来回到家里面，仍然是很虚空、很累的。所以你需要回到那个泉源里面，回到上帝的泉源里，而不是自己去造一个池子。所以耶利米书里面常常提到说，人在造一个池子，然后希望里面去储水，但是却没有去从那个不断的活水里面去得着。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有一个很有名的化学家叫做巴斯卡，他说，上帝在人的心中造了很多的空缺，唯有基督才能够满足这一切。上帝帮助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那个空缺的地方。好，所以如果你的读经、祷告、聚会、服事，然后很多，但是让你忘了享受天父的爱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太忙碌了。所以，如果你的读经、祷告、唱诗、敬拜，或是所有的服事，让你离上帝越远的话，那么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做错了。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去享受天父的爱。好，第二个，在基督里才是真正的满足跟丰盛。回到基督里，回到在主的爱里面，被上帝来疼爱，我们是蒙爱的。上帝爱我，上帝帮助我，上帝是我的满足，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刚刚提到了，不要让你的侍奉取代了基督，不要让你的侍奉或事工变成是你的生命的至宝。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把服事变成是我们的至宝啊，这个我放不掉，我一定要做这个。我们需要学习，不要让你的服事取代了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服事的一切。刚刚提到，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不是为了要满足人的眼光，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我所做的都是为了献给耶稣的。第三个，上山之后总要下山，所以你做礼拜之后，我们回家真正的战场是在你的家里、你的社区里、你的工作职场、你的环境里面。得着恩赐是为了要来服侍人的，所以寇绍恩牧师说什么？领受恩赐是为了服侍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得到的操练、得到的装备造就，在这里出了之后，是为了要去服侍人的。在基督里领受恩赐是来服侍人的。我们被召从黑暗中出来，成为光明之子，但是耶稣也差我们进到黑暗的世界里面，所以求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被召成为光明之子，但是也进到世界，让黑暗的地方能够成为有光的地方。当然，服事不一定都是顺利的，在世上工作服事见证基督，不一定都是美好跟有好处的，也许会有一些的困难。所以加拉太书6章9到10节说，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应该是如此的。所以我们能够去帮助人，包括在教会里，我们能够去训练跟操练怎么样去服侍人，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学习到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跟你们挑战一个事情是，如果可以，假设如果你愿意的话，期待你在今年当中为自己找一个服侍的侍奉。但是要先知道，你要服侍前，要先在山上跟基督有美好的交通，然后再下来服侍。如果你没有跟基督有美好的交通，世上的事情很烦，会杀掉你的很多时间，你没有办法真正好的服侍。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回到那个平静跟安稳，才能够得到归回跟安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行善不是只有在表面上的，而是能够照着基督的生命来做。所以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也是在服侍跟见证基督。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的服侍不是只是给人看见，而是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都是为荣耀基督而做的。愿上帝的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山上，来到属灵的家，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但是也帮助我们，差派我们进入这世界。这世界有许多的黑暗，这世界有许多的需要，这世界有许多混乱。但是你差我们进到世界里面，去带来恩惠，带来平安，带来怜悯，带来拯救。愿你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到的恩赐，能够来为许多人做美好的见证，来帮助许多人，也能够在我们的恩赐上给我们更加添力量，使我们常常回到主的里面来享受主，而不是被事工绑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牧师的传讲，弟兄姐妹请起立。接下来回应诗歌何等尊贵。我敬拜你，圣洁，何等圣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等圣洁！圣洁，何等圣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敬拜你。耶稣，我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主耶稣。耶稣，我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敬拜你。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做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请问一下有没有新朋友？那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一家人。等一下问爱的时候要彼此拱手不握手，我们成为一家人。
接下来我们教会事工报告。欢迎今天实体及线上居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那第二点报告是，本周三，就2月22号，教会节期进入圣灰日。那如果身体状况许可的话，邀请1天1餐禁食，并将禁食所存的餐会作为教会仁爱奉献使用。那本周主日，周雄周老师前往凤山卫理堂讲道，请为凤山卫理堂教会增长来代祷。那为体现救灾爱心，教会爱心基金委员会已经奉献爱心专款，总共有10万元，给台湾世界展望会专款专用，邀请弟兄姐妹为爱心专款奉献，期待能将教会爱心专款在社会关怀上做更好的使用。那主日会后成人主日学从2月19号正式开课，时间是11点40分到12点20分。各课程及教室分别是诗歌赏析在1楼副堂，那五小经卷在201教室，以佛所书在5楼餐厅，欢迎弟兄姐妹前往参加。那教会将开红本本土课程，上课时间总共有9个月，每周三晚上7点到9点。报名截止日是到3月26日截止。从4月19号开始上课。主日会后11点40分，在205教室将召开儿子老师以及学青讨论会议。12点45到2点，辅导小组请到205教室来聚会。卫理神学院延伸班摩西五经课程已经在2月24号晚上7点到9点开课，请为报名神学延伸课程顺利来祷告。2月26号，就下个礼拜主日，我们将邀请洪家熙宣教士来证道，也请为宣教士的身心灵与生活平安来代祷。总会70周年将于3月12号上午10点举行全国直播周年纪念礼拜，请弟兄姐妹为卫理公会社教70周年来关心，也为各项福音事工来推动来祷告。110年春季制服学院开始报名，本期加开免学造型、幸福手作以及西点烘焙，欢迎报名参加。1月份的收支表及执事会议记录已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前往关心。教会周四祷告会以及主日国台语崇拜以实体及线上直播的方式并行。如果身体不佳的弟兄姐妹，尽量在线上参加崇拜。上报告，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做一些补充的报告哈，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地震的这个救灾的部分哈，做一些的说明。那我们的教会有爱心专款，那目前我们的爱心专款先捐助了10万元给这个世界展望会请他们来做这些的一个爱心的协助。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会是捐给这个世界展望会？因为叙利亚其实也是一个受灾区，如果各位看新闻的话，但是叙利亚比较没有被报道，因为叙利亚是被美国制裁的一个国家，那所以其实他们受灾也很严重，但是却没有这个资源可以进到里面去。那世界展望是因为是国际组织，他们是可以进到这个灾区去的所以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专款，然后奉献了10万块给世界展望会各一个国家各5万块土耳其5万块，然后这个叙利亚这边有5万块钱所以我们把爱心送到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的专款其实我们是专用的，这是一个姐妹她在这个这个就是爱心的捐款下，她奉献了30万，然后给教会做爱心的使用。那我们在目前为止，我们使用的相当的就是频繁，而且我们也使用的都相当到位除了刚刚提到的地震的部分，
我们的社区里也有一些需要关心的对象，那我们也跟这边的里长有一起做关心，特别有一个单亲妈妈，她照顾3个孩子，其实他们到后来没有什么东西吃，她甚至来就是传讯息给我们的干事，然后提到说他们现在只能够面条拌酱油这样吃饭所以后来我们就有给他有一些的物资跟资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大家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关怀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的社会关怀的这个专款来做这样的奉献，期待我们能够对社区能够多一些的服事。那这个是这个我们社关的专款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假如你还有愿意为这个土耳其跟叙利亚来奉献的，那么我们总会有开了一个专户。那目前就是先由教会来代收，然后我们再整笔再捐给总会做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捐款所以如果你特别有要指定为这个土耳其跟叙利亚奉献的就是可以利用这个爱心的专款，请指明说是专款专用，要为这个地震的灾害来做使用。那另外在第2项里面提到的这个圣灰日这个圣灰日是我们在教会的节期的里面，圣灰日是把去年的在棕树主日烧完的这些的树枝，然后抹灰在头上。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披麻蒙灰，其实就是悔改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一天开始成为我们的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开始，40天的时间，让我们透过每一天有禁食祷告的机会，然后能够将禁食所得的这些的存款，能够来放在仁爱捐款上面，来帮助教会的这个专款仁爱专款可以继续有活水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期待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说禁食祷告还有这个救济，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所谓的义人3个要经常去做的行动。那期待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要跟大家先说明禁食不是为了要跟上帝要东西不是像很多在教导上面有一些有偏差，说这个是要跟上帝要这个要东西，所以用禁食祷告，好像小朋友不吃饭来跟爸爸妈妈要东西一样，不是这样禁食祷告是让我们能够去激发爱心，让我们能够去关心到穷苦跟需要的人。所以这个不是强迫的，所以不要误会牧师要求大家每天禁食1餐。因为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不要做难，不要勉强。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假设可以，请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在受苦当中的人，让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敬虔的操练，让我们可以去关心跟知道有一些需要的地方，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所以这个是以上的部分。那儿主老师的这个开会这个淑仪执事有提醒了，就是改到12点所以请这个儿主老师们做一些的预备以上，谢谢。具体消息，请弟兄姐妹之前参左周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颂。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慈悲跟爱心赏赐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人的感受，并且能够在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上，能够有余，能够奉献在需要的地方，使人因我们能够得祝福、得帮助。也祝福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兄姐妹请坐。在殿院